有资源有观众，却从而生存，那唔会太难。2年前，新竹新浦镇和平解放，所以现在一代钻木起火，故事却从。记者嘅离态都市咱们一咯，人美唔係幾多，卻從那位西大體一個客家莊呢，一個卻從嘅藝術總監王博雲4年前認真接拍為中祠博物館嘅案呢，去到新浦里面路黑下來嘅，伊團也只係講 P.E. 路黑台北人，本案將嘅新浦上到嘅，路隔天會睇一個伊能中意嘅素材做上去做嘅事情，嗰所伊能路成立嘅客廠。這個編劇秦洋洋買票，今年亦能親身嘅創作3幅5號模，先係睇台北藝術節作為設廠，個多轉去一個故事嘅創作地點新浦來做，供養做到滿日咯。所以以外，亦能係去新浦國小講新浦嘅故本身人嘅堂，未用過特別的文化土壤，帶領遊客認識新浦嘅古蹟。我用各種方式同大家分享，亦能按中意嘅新浦。落水嘅暗部石頭，風嘅路頂就連點前嘅街路，只見到個航空花花，用煙溜溜少少，來到兩次組。從第七家屋下容嘅，食材親自將維個從下來，等另外開起。這裡都只剩下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做什麼？可以管理。你也是這樣跟這裡的人說的吧？我們本來就只是幫大自然管理土地啊，現在這樣做，只是讓河豐變得跟其他地方一樣，沒有特色。生態保育站如果用為夫婦阿揭羅夫婦權那個山拿來做研究生有嘅肉本期，咁個地開發公司是透露嘅阿揭，落工業富土嘅燃氣建案，帶到家鄉和豐村內，兩三價值觀夾唔到。剛好他這份工作是會牽扯到保育跟土地很多東西，對。那他本身也是很迷惘，因為他只是想要證明他自己，然後希望可以去幫助到家鄉興盛起來。其實那張傳單是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因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來支持這個開發案。你的公司在和豐做的宣傳，不是已經夠多了嗎？我還是會擔心啊。台灣係阿揭嘅高中同學，查從第3台從入國後，處理烏下聽做，也是顯現都市應該身份。原本他的計劃是跟另一個角色阿杰一樣，要到台北去闖一闖，可是因為家裡的關係，他就只能被迫留在這裡。使用3個角色就講出農村嘅談問題，開發到中國生態保育等議題，佢哋還能代表社會上冇用容改善。勇敢的少數人，他會反抗；有遠見的少數人，他會帶頭。那大部分的人都是中間，我選邊站就好，誰有道理我選誰，甚至是牆頭草也不知道。那我覺得大凡就像是一個那樣的角色，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高中建設也只會按用住的移動營養，促成冉冉嘅欺負中嘅搶救之主色。我們只有在溝通之後，就如同角色一樣，身上開始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色彩。我們只有在溝通之後，才可以了解到，原來就是因為這樣子多元的觀點，才可以讓台灣如此的茁壯。多元絕對不是衝突，多元反而可以讓我們更有價值。新陽2號模嘅編劇兼拓展王博雲，希望大家為了了解台灣當地嘅發生嘅事情，也來關心。佢也講，呢出戲係對新埔發展出來嘅，當到對話衝擊都係對生活經驗來嘅。吃東西就是要沾橘醬，這味道才對。但其實啊，我小時候也不是很喜歡橘醬的味道，覺得澀澀的。我也是，現在不沾了，反而覺得怪怪的。劇中我們有用到一個橘醬，那橘醬這種東西，我發現對於新埔啊或者很多客家人，它其實是一種想念的味道。邊幫持茶切，表現出現實嘅難處。題目王博雲也冇半觀眾乜嘅答案。我們沒有要2分法，而是我們希望大家把這一出戲帶回去，記得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時候問一句“15你好嗎？白鼻星你好嗎？”當你們問出一句“你好嗎”，就代表我們開始試着可以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互相尊重，未來的路才溝通才有意義。我覺得這句話還蠻觸動我的。
那它不是要我们从开发跟生态之中选一个，而是多元的一个互相尊重。最后用一个你好吗？好，你好吗？好，就是一个我们说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土地各种方向、各种面向的一个，就是真的是要去做一个同理。合作结果十分简单，两个的新埔的社区冲，撒下来万人的关注。我觉得这场地其实蛮棒的，就是也很融入那个剧情的效果，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场地看，其实我觉得感受很好。只要有人愿意做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然后我不晓得会有什么改变，就像我们做独立书店一样，但是有做就有机会。灯一打下来，下面的人你几乎都看不到，你反而可以很专心。可是，在这种小剧场，观众就坐这么近，你一不小心瞄到就会分神。但是，观众给你的笑声或拭泪，其实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种生活的东西，就是可以跟着环境移动，不一定要很好的服装、很好的灯光，这是它的优势。就是你到哪里都可以去演这出戏。在台北演过了7场，那回到这个地方演，真的是昨天演出了第1场之后，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台下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是客家人，一半的人都是新竹人。王伯權那公配住兩公婆係推俾伊，時間冷切，王伯權認為中司保護港嘅安內來到啲，認為當中住新埔出大下來呢，幫每看到兩件老虎哥出老嘅水下來，不過為做乜嘅呢？後表人嘅兩三嘅天為千夫推，唔懂自家來重操。能够让这边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地方，可以再继续从这边再产生出其他的艺文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你们这样真的活得下去吗？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赚钱啊，或者在你们这边，门要常常打开啊，才会有客人会来啊。要不要就是卖个咖啡啊，卖个甜点啊？按到切切插插嘅意見，並冇讓用到幾多，而為咗好自家卡數空嘅技巧本下當然來看，真係重要嘅。自家見就夾紅色，邊卡行銷，乜嘅都自家包，也只能用各種嘅方式來分享新埔嘅精彩。又来了一台火车头玩具小丑挥挥手上的旗子，强壮的大火车头停了下来。空，空，空，空。哇，好大一台哦！大火车头，拜托拜托。用交通工具做主題，兩件來到新埔國小港府。他使勁的拖拉，慢慢的，火車往前進了！哇，太好了！嘟嘟，藍色小火車頭往前走着。我想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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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可以。聽到上戲都搶走戲容啊！真實的反映出我們的情感的時候，小朋友其實也會感受得到這些東西，真的是很開心的笑，很難過的哭。我喜歡演戲，喜歡跟小朋友玩在一起，喜歡看到小朋友兩眼發亮的看着你，然後把你說的話聽進去，然後點頭或者笑，那是覺得最快樂的時候。用突發術音樂來向小朋友注意，各種自家編嘅歌，點給到準起小朋友嘅心紅。這個是他們的家。這裡嗎？有人發現了，他們的家就長得跟這邊一樣，因為這一棟房子，這邊很像啊。這個房子也是一個老爺爺哦，他也是從好久好久以前，也要快100年前留到現在的。這個也是100年前的房子嗎？故事背景在這一棟房子蓋起來的日本時代，那個時候的人可能會是怎麼生活的？我試着把它放到故事裡面。比如說小梅也跟那些小朋友，新埔國小小朋友一樣，是念新埔公學校。那時候的新埔人如果要到新竹市要怎麼去？要坐輕便車。
他们其实很敏锐，而且他会主动跟我们说，那这个故事它是真的吗？真的有可能是你的阿婆的阿婆，或者是你阿公的阿公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就会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感同身受。从古老的我们这校长宿舍开始，说。还有带动一些我们新埔镇哈古老，可能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些人物啊哈历史啊，他们的一些产业活动。加强历史处理生发度，对现代青春老师对人才都良好。就是市场博工市场在哪里？就在这个后面。现在市场这边有几家店，我要请你们到这几家店里面去完成任务。文化體驗活動裏的眼到先不絕美，王伯權為大家用200個月買定路裏送一間重要嘅嘢，接到任務過後，大家哋樹衝度來嘻嘻，就發現原來平常時自己肯做下容易嘅素材，也有從來冇是注意到嘅風情。最主要其實讓大家再去好好的逛一下市場。當你心裡有一些人的時候，你買東西，大家就可以看到。那個樣子都不一樣。買一些零食，然後買一些媽媽生前喜歡吃的，然後她也很捨不得吃水果，買水果給我們吃。你記得以前那個什麼榴蓮什麼那些都很貴，然後她都是這樣子省下來給我們吃。30幾年沒有見面的同學，我在 FB 上找到她，好高興。因為這現在秋天到了，那個比較會咳嗽那些什麼的，就送給他吉餅。用最新的科技聯絡上了，但是他最懷念是傳統的新埔橘餅，這個別的地方很少看到。我們會找一個空間在那邊進行活動，看起來好像無關的活動，但其實活動進行完之後，你下一次再去，你印象其實是深刻。王伯權講，把顧客係前當經考慮粗料嘅素材，就得歸客住跌兩大嘴股，出場係新埔嘅種子容額，係歸家從機先該向嘅素材。謝謝你送我一瓶可樂。原來是可樂啊！也開始要喝可樂，開始。好，所以送禮物的人，你不用特別去想你要拿什麼，他會告訴你。例如說，你還可以像是這樣。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謝謝你送我一個箱子。強壯嘅送電路，即係啲送花當貼片，為用相嘅。好，謝謝你送我那個會跳的青蛙，我最怕。大家一開始還冇咁清楚，聊到種詞就冇關係，唔係話兩件事固執嘅係，用為咗來搞接了。我不知道大家穿到後面變什麼，有拿到這樣子的東西嗎？有沒有？有。這個是什麼？磚頭。看形狀，這是什麼？石頭。對。等一下，大家看這裡就好了。最下面是什麼？鵝卵石。原來大家哋嘅班競賽，將呢雅大石鼓，大家強心合作，來協助籌種詞。有沒有拿到這樣子的？不知道這樣是什麼？這是什麼？大家找一下，像什麼？木頭。很好，木頭。有沒有木頭？沒有嗎？那就後面不知道哪邊傳，不知道傳到哪裡。那可能我中間可能有把木頭偷走了，換成其他的東西。特別糖嘅吼，攏當冇限期，出到窮樣，專門講古睇過樣板，今日吼又安樣又發糖，又大啲壓力得搞，又不壓力得熟食咧，白講又熟食咧，流失價吃，出到冇窮樣嘅顏色安當好。跟外地人來講，感覺不一樣，樣板不一樣。佢講係佢角度看到安尼看冇窮樣啊，佢講嘛一轉一彎，慢慢人走起來，我一般人係冇想到嘅意啊。跟白韓國是會看一下，也很好奇，但是沒有人帶就不會想進來。那今天就更深一層的認識，很生動啊，就是很有趣。讓你去有你自己的思想，自己去思考，這樣子。宗祠到底要講什麼東西？你可以講建築，你可以講歷史。那我抓的就是宗祠對於每一個人在精神上面的那個支持、支柱的東西。
唔係伊講愛談天天來參加嘅伊也係故事創建度嘅其中一個。雖然我們在講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件歷史，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去詮釋這些東西，可以從大哥大姐的眼中告訴我們他們對於新埔的印象是什麼，也可以從我們這個外地人的角度去看新埔是什麼。我自己比較喜歡帶到大家內心裡的東西，因為我希望大家帶一些東西走，而不是聽了一大堆的歷史，但是跟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最後都會回到每一個人你自己你的經驗。大家嘅關係安全、安住堅清，係要請要做嘅天橋，來到新埔，佢哋做到烏下嘅感覺，大幫助係鞏固體驗，圖令大家對冇強弱嘅角度來延續新埔，也會注意到佢哋重視嘅新埔。